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长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时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们的消防机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氣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場的一些有毒的氣體。空拍機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器。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個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是台南重要年度體育甲節慶盛事。今年比賽除了集結國內選手，更有來自烏克蘭、西班牙以及墨西哥等163支隊伍，4057名選手報名參賽，創下歷年的新高。市長委託立委陳廷輝也特別在文湖邊的轉播台接受訪問，向國民大眾介紹台南。我們台南是一個文化古都，也是宗教城市。來這邊拜個廟，來這邊走到我們運河的河岸中間，看看龍舟賽，那吃美食，或者是到其他的景點，都是非常適當的。最重要，台南也是一個高科技城市，我們有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最新穎的半導體高科技城市，能夠並行不悖相處。都非常融洽，所以呢，歡迎大家來到台南，不管你來這邊玩，或甚至來這邊定居就業，通通歡迎哦。從賴清德市長到黃偉哲市長，其實我們一直在打的就是聽台南台南隊。我相信聽台南隊每一個地方都非常的響亮，從國際每一個地方，所以我們在努力的就是我們不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我們要把所有雞蛋分散在不同國家，讓他們看到我們台南的光跟熱。等待尾聲，這是由即將成真火舞團攜手曾經踏上英國達人秀舞台表演者楊立威演出百年時空吻合，以火舞藝術結合音樂節奏，呈現里甲米交界舞台魅力，為龍舟開幕之夜畫下完美的句點。
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台南又一個農業特產，廣受國人大眾喜愛。現在也當是台灣鯛甲山野生產期。學校這次特別將上有代表性的台灣鯛甲冬季山野列菜校園午餐，希望學生在享受美味的同時，嘛會當感受到家鄉土地孕育出的豐碩成果，進一步認識在地農業特產的價值甲特色。食材那麼盡可能走在地化啊，所以我們目前來講呢，在蔬菜類來講啊，我們的在地食材已經將近30%，大概29點多。那水果的部分更高啊，46.8%。所以我們想這個部分也應該讓市民都知道啊。當然，更重要的是孩子養成啊，除了這個學校的午餐，也養成好的飲食習慣。所以我們一直在推這個飲食教育這個一定要吃得均衡。學校的食農教室是以回海甜心為我們的一個主軸，然後主要是因為在地的青農都已經是大概都離鄉背井了，那我們希望透由那個回這個字，它是一個循環的概念，除了資源的循環、水的循環這些，我們也希望說這些年輕人能夠回來家鄉，為家鄉盡一點心力。土城國小今年的活動特別在學校食農教室舉辦，市長吳偉哲也特別前來陪小朋友來吃午餐，希望傳達給囡仔自細漢培養定俗食物，支持在地觀念。我們台南市最厲害的是台灣鯛啊，台灣鯛嘛哈。另外一方面，我們最厲害的芒果都這個提供出來給最厲害的我們的小朋友、最厲害的同學哈。那希望大家吃得愉快。那同時大家知道食農教育就是要跟各位講說這些食品它的由來是什麼，它是怎麼種的，讓大家知道說，有人說吃過豬肉沒看過豬走路哈，但是事實上我們這個食農教育就是讓大家更認識了解我們自己的台南以及我們的產業。教育局所編製台南好之禮，介紹在地食材甲節氣飲食，提供學校參考運用。透過餐桌上的食農教育，讓學生了解食材來源，甲在地農產的發展，自細漢培養正確飲食觀念。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高雄車站歷經20年的鐵路地下化與站體重建工程，終於在今年告一段落。不過，隨着車站本體完工，新的大型建設也接續啟動。除了周圍都更案陸續推進之外，車站下方也將開挖一條地下連通道，未來可以串聯中山與博愛以及周圍道路。消息一出，立刻引發民眾關注。已經將高雄的車站的南北的地下道的連通，那麼課已經交付給交通部鐵道局來辦理。那很好那太陽很大我就在地下道走，對不對？又不用曬太陽，然後直接就可以到商圈。要那麼久啊？不過這工程還蠻浩大的，應該要那麼久，沒錯。說句坦白，我們年紀也有了，什麼時候看得到也不一定啊。恐慌啦，會恐慌。如果在整個地下道在開挖的話，工期應該是再縮短一點啊，擾民的已經歲月不饒人了啦。聽聞消息的周邊居民心情可以說是五味雜陳，憂喜參半。高雄車站周邊才剛結束長年施工，如今又將再度進入大型施工期。未來除了地下連通道開挖，還需要再加上高鐵南延進駐工程，這裡恐怕又得再次迎擊長達11年的施工衝擊。整個對高雄有發展的通道是非常的樂意看到了，但是你鐵改局跟那個市政府整個規劃，我們都不曉得。是不是就是請那個立委李坤哲幫忙協助一下，就鐵改局跟高雄市政府這一塊，還有那個請那個曾俊傑副議長，還有何瓊議員共同協助一下，讓周邊那個幾個里長共同有那個參與的空間，表達意見的陳述。藝術之工將來這個所在也會面臨到11年的工程期限的這個黑暗期。那鐵道局局長也完全非常的明了我們的這個需求，一一都列在會議記錄裡面，而且他的團隊正在這個委託進行規劃之中。一定總和規劃到今年年底有個結果了之後呢，我們會要求一定要跟我們的居民或者跟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地區的代表做一些說明。面對即將再次到來的交通黑暗期，目前地方表示接收到的資訊都相當有限，希望政府能夠盡速提出完整規劃，與地方展開說明與溝通，並且提前布局，才能夠有效地控制施工衝擊，保持資訊透明，降低地方焦慮。記者蘇安君高雄報道。3、2、1，請接牌。
謝謝各位看到這個。在警察節前夕，新北市土城分局特別舉辦正義之光追思紀念銘揭牌儀式，紀念因公殉職的前清水派出所所長劉忠興。儀式由警政署副署長廖旭成、警察局副局長張景成、土城分局長沈明義及劉忠興家屬共同出席見證。全体人員在細語中肅立默哀，向這位捍衛治安、奉獻生命的警界英雄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今天來到清水派出所，我們是懷着沉重跟嚴肅的心情來到這邊。清水派出所曾經是我們中心所長日夜奔波，然後在這邊用他的勤務這日夜的一個勤務在這邊守護的一個地方。在此，我要特別也要感謝我們土城分局所有的主管同仁、警察局的人事室、法制室，還有我們生命權平等協會，以及我們警友會，各個民間團體以及各級的民意代表，對我們中心所長的一個關愛，還有對這一個案子的一個重視。而劉忠興前所長的家屬代表也感謝新北警局的協助，更期盼所有警察都能受到國家更全面的保護，讓每個執勤員警都能平安回家。今天我懷着12萬分由衷感激與感動的心情，僅代表忠興的家屬，向所有蒞臨這杯儀式的貴賓以及一路以來關心我們、支持我們並協助我們促成紀念碑設立的長官與先進們，致上最誠摯、最深切的感謝之意。借此機會，我也衷心期盼所有警察同仁都能受到國家更周全、更完善的保障與保護，讓每一位執勤的員警都能平安出勤、平安返家。當紀念銘揭開帷幕後，現場同仁及家屬依序獻花追思，一朵朵鮮花承載着對劉忠興前所長的無限思念與敬意。土城分局表示，正義之光紀念銘不僅是追思，更提醒每位警察同仁肩負守護人民安全的責任與使命，也期盼讓這份正義精神能持續傳承，照亮地方，守護社會。記者蕭世宏新北場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双水舞展演搭配煙火、水火共舞，還有歌劇魅影、音樂與水幕投影，震撼全場。第3屆水舞嘉年華登場，從現在起為期15天，每日晚間6點半到9點間，每小時推出水舞展演，民眾來到溪口碼頭就能一覽無遺。我們是全台灣唯一有橋面、河面雙水舞的演出。另外，我們今年河面上再加一個 S 型的水舞平台。另外，今年我們的音樂也選擇納入經典的音樂劇，還有流行樂曲。同時，我們也結合國際的 IP， 歡迎小朋友前來。另外，還有一個互動的鍵盤噴泉，也就是小朋友站上去踩着琴鍵，可以譜出屬於自己節奏的噴泉舞步，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們打造水舞嘉年華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來到溪口碼頭，大家更親近台北的水岸。所以從捷運站出來，可以先到有270年歷史的中山慈祐宮參拜，接着到饒河街夜市。金鳳姐最近很開心，可以跟着黃仁勳的腳步走訪
黃仁勳推薦的在地美食跟攤位，接着就可以來到我們溪口碼頭。晚上6點半開始，7點半、8點半、9點4場精彩的水舞。所以我們很希望在6月份這2週，大家每天晚上都可以來一趟小旅行，感受到我們松山的魅力。水舞嘉年華過去2年已累計吸引超過100萬人次前來，替民眾創造回憶，同時也帶動周邊觀光及經濟效益。今年還有彩虹小馬汽友陪伴大小朋友，開幕式也找來小朋友喜愛的哥哥姐姐們唱跳，帶動氣氛，為活動揭開序幕。記者翁俊台北報道。那首先我要帶你來介紹因紐特人傳統的獸皮的一個帳篷。鑽進模擬厚實的獸皮帳篷，仿佛瞬間1秒置身在冰天雪地的北極。你可以親手來觸摸到馴鹿的毛皮。海科館年度重點大展——極地探險特展盛大開幕，請啟動！極地探險特展正式開幕。台灣極地研究中心在北冰洋冷岸群島的工作室，來這邊你仿佛置身來到了他們的科考的研究站。它每年的5到8月，它的嘴會是橘紅色的，就是它在它的求偶季節。除了珍貴的極地生物標本，現場更把科技與藝術完美結合。最吸睛的沉浸式極光互動劇場，讓絢麗的極光隨着觀眾的步伐及時流動變換，還有與冰川互動的體驗，讓外籍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這一次特展也首度曝光台灣在北極的科研成果，並展示冰封的末日種子庫模型。而整個展場也全面導入低耗能電子紙展示設備，透過跨館合作，積極響應教育部的淨零轉型計劃。我們歡迎我們全台的民眾來到海科館參觀我們極地探險的特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把我們地球環境變遷的這件事情變成是大家可以理解、了解、參與的一個科普的活動。歡迎大家一起來。主辦單位強調，極地環境變遷正深刻地影響全球生態。民眾除了能來這裡上一堂珍貴的環境教育課，海科館接下來更準備了一連串豐富的驚喜活動。我們9月18會有一個TeamLab 的海洋聲光沉浸式的特展。那還有明年我們兒童廳跟戶外的一個親子共學互動的展示的園區，海洋廳的一個沉浸式的劇場，以及夜宿海科館的一個活動會陸陸續續的展開也邀請大家一起來見證我們基隆地區海科館的成長。極地探險特展將在海科館主題館一路展出到明年5月2號。想要親自體驗獸皮屋、感受極光震撼的觀眾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一場跨越緯度的極地探險。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水果的2、1，請啟動。按下啟動的開關，新北市長侯友宜上週特別參加捷運三鶯線形象影片發布記者會，讓大家透過影片認識三鶯特色，也讓更多人看見新北市之美。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三鶯線已於6月7日完成履勘，目前營運前改善事項全數改善完畢，市府將盡速提報交通部核發營運許可，力拼今年年中通車。而三鶯線總長14.29公里，待通車後，新北市捷運將達108公里，成為全台捷運路網最長的城市。三鶯線可以是說我們新北市最重要一個人文觀光產業的捷運路網，它不但帶動土城、士林、三鶯的地方的一個發展。那今年特別在三鶯線，在6月7號報給交通部履勘以後，那我們也報到這個交通部在改善所有的事項，希望能夠在年中能夠順利通車。那順利通車，讓三鶯線到台北可以節省20分鐘。最重要，可以帶動地方的產業、觀光、人文的蓬勃發展，這是我們的一個目標。目前三鶯線在我任內通車以後，那新北市
整個捷運營運的長度就超過108公里，可以講是全國捷運路網最長的城市。那未來我們新北市還有7線在興建，7線在規劃。那我們希望2030年可以達到10萬人有3座車站，這是我們的目標，跟東京、首爾來並駕齊驅。除了我們的路網繼續努力，我們希望可以帶動北台灣、中接台北、北接基隆、南接桃園，那帶動整個北台灣的共榮共好。新北市長侯友宜指出，三鶯線是非常具有觀光潛力的捷運路廊，連線串聯三峽老街、新北美術館、鶯歌老街、新北客家文化園區、原住民歲時記憶廣場等，具人文觀光產業多元色彩。我們特別請了雷佳瑞小姐來給我們增添更多的色彩。那三鶯除了形象影片說了，它是一個新北市最具有觀光潛力的廊帶。我們有三鶯文創園區，想想看，三鶯線不但在三峽通過的過程當中，大家可以看到三峽的老街以及像包括我們鶯歌的美術館、鶯歌老街，甚至包括我們的三峽的客家文化園區、歲時記憶廣場、原住民的圖騰。所以這一條廊帶裡面具有人文、觀光產業多元的色彩，所以不一樣的光照進來，不一樣的紋理會產生不一樣的思維，讓人之間可以在一個社會祥和、互相碰撞裡面，讓我們生活更加的安居樂業，也更加多元化。新北市捷運局表示，三鶯線形象影片以三鶯節奏為主題，透過城市節奏與生活故事，讓大家認識三鶯線車站周遭景點與地方人文風景。且期盼三鶯線通車後，除了縮短三鶯地區民眾往返台北約20分鐘通勤的時間，除交通更便捷外，也能帶動沿線土地活化、產業升級與觀光發展，打造更宜居的幸福新北。記者蕭勝新北場報道。長長的竹竿配上扎實的繩結，這座最具挑戰性的猴子橋成功吸引大小朋友來挑戰。由兒少處主辦的山海基隆童心啟航活動，吸引近1000人次到四維公園，相當熱鬧。希望我們的孩子可以走出戶外，親近大自然，放下手機。然後，而且今天的遊具其實都有點挑戰性，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的承擔完成這個挑戰。那我們完成挑戰也有小小的徽章送給大家。原本準備的闖關卡和小禮物，因為人潮超乎預期，下午2點左右就發完了。我覺得最好玩的是猜那個老地名，太簡單了。我覺得最好玩的是猴子橋，因為它可以挑戰我的膽量。除了孩子玩得開心，現場還有重量級的嘉賓哦。我的寵物2隻鵝，大家有看到這2隻鵝？我也把它帶出來公園散步，讓大家認識這個鵝的這個狀態是什麼。看到社區活絡，地方人士感觸良多。我們這邊里長，我們的志工，平常對這個公園的，也是對我們這個公園維護的肯定啊，真的是非常感謝兒少處。我覺得這種遊戲呢，應該讓周邊然後居民還有更多的孩子知道這個童軍的活動，然後跟這個大地遊戲的活動。那也感謝我們兒少處跟我們基隆市童軍。我覺得市政府用少的經費跟社團一起來辦這個活動，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意義。基隆市童軍會以竹材打造遊戲空間，推出斥猴工程體驗，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合作、挑戰自我。基隆市童軍會很高興可以跟兒少處服務。那我們這一次是準備的就是像這樣子的這些活動，就是希望讓小朋友可以暫時可以脫離3C，然後用比較簡單的就是竹子跟繩結搭出來的遊具，就可以玩得很開心。山海基隆童心啟航，用最樸實的童軍工程，為孩子們在城市公園裡打造了一場充滿汗水與笑聲的冒險之旅。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
為滿足台積電供應鏈、生活居住與商業需求，高雄市政府推動 R17 試運站周邊土地公辦都更。日前傳出好消息 ，A5 街廓共4200坪的土地由日盛生獲選最優申請人，預計投資88.5億元，新建一棟地上21層的產業辦公室，一棟18樓共618間多元房型的企業安家宅，以及一棟3層樓的商業設施。都更案已在日前正式簽約。A 級商辦空間，讓這個台積電、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還有主要的供應商，他們能夠進駐這邊，因應這樣的一個需求，產生了3星級宿舍。這個部分是讓這個產業的就業人才，他們可以就近居住，那就近的及時支援廠區，提供搶修啊，或者是維修、營運服務等等。那當然，最後第3個項目是這個商場的部分，由於投資人他們本身有百貨零售業的經營的時機跟能力，所以在這樣的規劃案件裡面，也提供了適當的商業零售業服務的空間。另外，為了強化大眾運輸導向的便利性，還會新建一條連通天橋，直接連接到 R17 試運站，方便供應商員工搭乘捷運快速抵達工作場所。它有一個立體連通的天橋，所以從我們的基地一路往這個150公尺外的這個 R17 捷運站，會有一個更適合步行的環境，有遮陰的，那有適當的4米到6米的徑寬，讓工程師或者是說讓周邊的居民能夠更近便的享受這樣的一個人本環境、步行環境。除了 A5 公辦都更案，一旁的 A6 街廓也規劃了商業設施。地方認為該區未來將成為半導體 S 廊帶的重點商業門戶，因此紛紛建議市府在開發之餘，需慎重考量停車空間的供給，因應未來的商務車流。A6前陣子也上網公告開始招商了，以後那邊的區塊可能會有很多人在那邊進駐了，也有很多那個商場也會在那邊，包括右莊舊部落也好，還是逢蘭社區、弘毅社區、紅龍社區後進社區也好都可能會往那裡移動了。像既然是有商場嘛，那他應該是歡迎一般購物啦，或者幹什麼民眾都會來吧，對，他也歡迎嘛。所以我們呢希望這個不要造成我們里民呢這個進出的這種不方便。停車位置這一定要了，就停車位置一定要了，一定要留一些公眾的停車位，或者是開放的空間的。你不要說來的人除了坐捷運，這個自己帶小孩來，或者是家人一起來，這個車子就沒地方放，這樣也不好。本案預計在2026年底動工，力拼2030年底完工。市府表示，透過公辦都更活化閒置土地，期望在滿足產業進駐需求之餘，也能透過完善的基礎設施與商業機能配套，帶動半屏山區域的都市轉型與均衡區域發展。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